是和同一个陌生男人，总是在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。我看不清他的脸，但我记住他。与其说记住，不如说忘不了。7年的感情，你说不要就不要。不要。你并不知道吗？你就是太空虚、太焦虑了，所以你演不好。你得配合治疗，按时吃药。江南，江南，我何止有病，我的病还更重。我来找他。什么？你现在在哪儿？他在的地方，风也会有形状。陆哥，怎么了？女的，可哪个正经女人会一个人来这里啊？这个人好像想不开呀。陆哥，他不让我们骗他是阿 Sir，先带美女回去啊！走，过去看看。去。江南，你别吓我。骗你的，我不是和你说了，我接了部戏，女主是荒漠中绽放的一朵铿锵玫瑰。我是体验派，如果不亲眼所见，亲身所感，我就演不好戏，我就愧对角色。你想体验什么？迷人的危险。Click the link below to watch more episodes.